大家好，我是阿高。恁敢知影咱今仔日要去倒位咧？当然，要去大船顶，出发！哇，真欢喜呢！咦，这哪有停车场？哇，这车个路板转大呢！哇，够餐车呢！哇哇！哇，就厉害了呢！厉害！这船是一间饭店呢，超趣味的。我上介意大饭店嘛。哇，这个会当放物件呢。我要甲我的宝贝放伫个遮内底。我就介意这个眠床的呢，还有卡垫哦。真好耍！哇，真好！我今仔日要困伫个秘密基地内底，大家安安。顶摆阮阿母带去看电影，遐伊啊，甲遮就同款啊呢。是啊，敢嘛有电影好看？要到啊呢！还有人呢。哇，就厉害的呢！伊安尼拍开，敢若大鱼仔的嘴呢！哇！伫船顶大饭店，真好耍呢！我要来去探险嘛，再会！